走得太急，会快一些，却未必能长久；走得慢些，可仔细些，也许更易抵达。总会有一些东西要一如既往的坚持，总会有一些东西需一如既往的坚守。正是这些似无意义的琐碎，这些看似无用的小事，一点一滴，一丝一缕，成为价值，成为意义，成为独一无二的财富，成为千金难买的故事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铃铛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